2026年4月4日，救主復活夜間禮儀福音，他復活了，並在你們之先到加里肋亞去。恭讀聖馬竇福音28章1節至10節。安息日一過，一週的第一日，天快亮時，瑪利亞瑪達肋納和另外一位瑪利亞來看墳墓。忽然發生了大地震，因為上主的天使從天降來，上前把石頭滾開，坐在上面。天使的容貌好像閃電，他的衣服潔白如雪。看守的人由於怕他，嚇得打顫，變得好像死人一樣。天使對婦女說：你們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們尋找被釘死的耶穌，他不在這裏，因為他已經照他所說的復活了。你們來看看安放過他的地方，並且快去告訴他的門徒，他已經由死者中復活了。看，他在你們之先到加里肋亞去，在那裏你們要看見他。看，我已經告訴了你們。婦女們趕快離開墳墓，又恐懼又非常喜樂，跑去報告耶穌的門徒。忽然，耶穌迎面而來，對婦女們說：願你們平安。他們於是上前抱住耶穌的腳，朝拜了他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不要害怕，你們去報告我的兄弟，叫他們往加里肋亞去，他們要在那裏看見我。上主的話。忽然發生了大地震，因為上主的天使從天降來，上前把石頭滾開，坐在上面。天使的容貌好像閃電，他的衣服潔白如雪。他不在這裡，因為他已經照他所說的復活了。你們來看看安放過他的地方，並且快去告訴他的們，他已經由死者中復活了。他在你們之先到加里肋亞去。時刻的轉折，安息日一過，一週的第一日，天快亮時，象徵新的創造。一如天主創造世界的第一日，復活帶來新的生命與救恩的晨光。地震與天使，大地震與閃電般的天使顯現，表示天主的行動。天地為救恩震動，天使滾開石頭的動作，不只是讓人看見空墓，更是象徵死亡的障礙被除去。婦女的角色，瑪利亞瑪達肋納與另一位瑪利亞是首位見證復活的信徒，他們由恐懼轉為喜樂，是信仰從疑懼到喜信的典型旅程。耶穌親自顯現，願你們平安，是復活主對人類的第一句話。平安是新生命的印記。他們抱住耶穌的腳，表明真實的復活，不是幻影。使命的開始，快去報告與往加里肋亞去預告宣講使命的展開。加里肋亞象徵福音的起點，也是復活後派遣門徒的起點。天主，你以主基督復活的光輝，照亮這至聖之夜，求你在你的教會內振興你子女的精神，更新我們，使我們能以純潔的身心侍奉你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，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孟。